突然来这儿了呀？你都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吗？小景是我叫来帮忙的。哼，来帮忙？老爷，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寿宴之事，你办得如何了？我在这边订菜来着。宾客名单都没定，订什么菜呀？还不跟我回去！哦，小景还要多加看管。哼，还用你提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你等会儿再说。灯会，花灯啊，有了！下面就看我的吧。筛这么多遍红薯粉干嘛呀？那还在里面放花枝？这是要下面条还是摊煎饼？哦，不懂就多看多讲。是师姐。哎，看，姚哥就是要摊煎饼给我们吃。不过，干嘛用陶瓷擀面杖呢？陶瓷光滑，卷起面饼来就不会粘在器具上。哦。差不多干了。李瑶特制迷纸孔明灯。哇！白色康乃馨的香味儿，通过灯芯对米纸的熏烤，在空气中扩散开来。空气中弥漫着爱的味道。这个米纸孔明灯，不仅通体都可食用，而且还可以放飞，真是心思巧妙，匠心独运。我用明胶、大豆卵磷脂以及褐藻胶做成了增强韧性的调和液，特别是褐藻胶，可以让原本很薄的米纸达到足够的拉伸强度。最后用干笋做成灯架，猪油和灯芯草做燃点，再用糯米粘合就搞定啦。这绝对是节日热销、超级热卖的爆红菜品。哎，姚哥，这回一定可以一炮走红的。既然大家都学会了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量产吧。谢谢。好了，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吧。你说吧。5天后就是中元节了。叶佳瑶，难道这家伙要约你去看中元节灯会？怎么？难道你？